被稱為珠海第一豪宅，第一個第4代產品。先睇下我哋呢個贈送嘅超大陽台先，足足有20個平方嘅。日後咧，亦都係全國首例無人機配送到屋企啊！呢度無論係我哋種滿花花草草，亦都留有空間俾無人機配送到家。望住無邊際嘅泳池，嗱，睇下成個園林啊！呢一個位置咧係位於我哋珠海嘅高新區嚇。而家個目前嘅單價咧，只需要用到2字頭啫，簡直係比當年嘅斗門啊或者係中山坦洲啊仲要平啊！125平方超闊嘅大橫廳，7米嘅開間啊！咁樣嘅開間，而且咧相當高標準嘅一個交樓標準咧。嗱，入去睇埋我哋其他嘅佈局先。過翻嚟咧係我哋嘅客廁咧，同埋咧呢度係小朋友嘅呢間兒童房嘅超大嘅玻璃面啊！成個環境咧係做得相當舒適嘅。呢度咧有4000平方嘅下沉式會所，無論我哋所謂嘅恆溫泳池啊、超大健身房啊、宜家室、接待室，通通搬到入你屋企啊！過翻嚟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啦，同埋咧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嗱，廚房嘅交標咧亦都係比較高嘅。呢個位置咧已經幫你做好咗中島台、全屋嘅智能系統啊，配送咗華為嘅全屋智能系統，幫你做好晒收納櫃以及係鞋櫃嘅。側面咧仲有個客房，呢度有個飄窗台係贈送嘅面積啊，超100%嘅一個超高得房率，亦都係創下咗2025年咧4月份銷售最高嘅一個樓盤啊，單日成交200幾套啊！嗱，過翻嚟就係佢嘅主人大套房咧，呢度靚嘅樓層以及戶型咧，一定要靠手快嚇，手慢係冇嘅，因為咧佢開出嚟嘅單價咧真係相當親民嘅，2字頭嘅觀眾朋友平嘅少少嘅2萬2起啊！嗱，超大嘅飄窗台同埋一面嘅超大嘅落地玻璃景觀面，入邊咧帶套房嘅獨立洗手間啊！珠海第一個全新嘅4.0產品，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啦，拜拜。